自己講下嗱，聲都介紹，你自己介紹自己啊，Peter 我係 Peter 啊，Peter 亮。喺邊度學校？佢唔記得咯咁咯。聖律師，聖律師。聖律師，係。跟住 Hong Kong U 係啦，哇！即係啦，冇錯啊，佢係我哋嘅聖律師代表啊。跟住到我哋大廚。啊，我係 Cam Lee，我都係聖律師嘅，畢業嘅啦。係。即係都做過呢度會長嘅喎。係啊，資深記得。係啊，跟住交俾阿 Michael。直到而家我係啊，業界會長Michael Wong啊，我係九龍鄧鏡波77年畢業嘅。係啊，多謝會長。我哋係係啊，肩負重任。Francis Yuen 阮本生九鄧75年畢業。係啊，好啊好啊，多謝啊遠兄。我哋嘅你啊遠兄好似係你係我哋嘅 environmental engineer 嚟喎。係啦。可以講啊。係啊，因為我嗰個有毛嗰度啊，都係多謝你。有毛。唔少啊，係啊，即係有嗰個毛啊，俾嗰個租客搞到頭大啊，好在佢幫我話冇乜事嘅咁，係啦。新年就應該係持有92中7畢業。哦，咁你真係好啊好啊，過咗嚟幾耐啊？你真係4年幾5年啦5年啦。你咁後生咋？係啊，睇個樣都知我翻嚟過咗嚟幾耐翻嚟？真係。你幾多年過嚟㗎？喂，呢個可唔可以唔答咧？呢個問題。好啊，我就係1976，係啦。你咧會長，你幾多年過嚟㗎？我90啊90年啊。你90啊，係啊。咁咧，阿大廚咧，大廚幾時啊？我應該係14、15、16。14、15、16，好啦。咁啊，Peter 咧93。93年，係啊。咁而家你我76啊，我記得係。我做咗76嚟嘅。你啊？我76。哦，76。咦，你又係76？咁咪即係同我一樣？係啊，我哋大家一樣啊。我3月5號，你嘅3月4號。做係10月咧。10月係啊。呢10月18咁講啦。係啊，冇錯。你要過嚟做讀書，我過嚟做嘢，係啊，係啊，到請介紹。係梁滿強 Andrew，九龍鄧近波，72年中五畢業。係。1993年移民嚟嘅。啊，歡迎1993啊，係冇錯啊，多謝，係。Charles， 麥耀權，香港仔工業74。係啊，14年。係88年移民過嚟嘅。88年，係啊，都好後生啊，最後生係呢位啦。最後生呢個啦。係啊，最後生你啊，係啊。想唔認都唔得。係啊。我係伍其明，就持有最初讀起開始讀，嗰度係修院嚟，我爭啲又係做修士，不過見到咁鬼百厭啊，佢唔要我，我又轉咗去香港仔咁樣，因為嗰陣時啱打完仗冇幾耐，係啊。我阿媽覺得要學門手藝先揾到食，又上寫字樓好難揾咁，咁啊卒之就入咗香港仔，咁啊喺嗰度就讀到出嚟，離開學校。喺嗰度就16年，我諗啊，由頭至尾由自由開始讀起。讀咗咁多年？係啊，讀16年啦你。係啊，即係你。哇！你個底唔係打得好好。係啊。係啊。咁啊，跟住你就去咗 Oxygen 係嘛？氧氣公司啊？冇錯，一入去就冇錯，即係我哋學校咧就。個個好乖，咁間公司嘅老闆咧，即係同我哋學校識嘅，咁啊公司嘅老闆咧叫學校，即係見到我哋咁乖，你介紹啲啊，咁我就第一個入去，你入去一見都唔使傾啊，你可以開工啦叫我啫，哇！即刻開工，開到而家，咁啊講出嚟，因為咁有興趣咧，喺度做咗成11年。因為假期我冇攞佢，直落即好有興趣。係啊，好有工作嘅一種嘅熱誠啊！咁啊，唔知係咪不過總之啊，佢即係嗰份工令到你好吸引你。係。一啱係我學嗰樣嘢，咁有即係嗰啲氧氣公司嘛，即係裏邊好多有複雜啊，有些機器嘅嘢。咁所以就你係好有興趣。係啊，冇錯。幾多年過嚟溫哥華？我好似
67好似係67年。68年。68，我嘅67、11年。68香港68香港即係離開學校11年，56畢業，6667 3年。暴動嗰年。係啦，咁我又唔係暴動嚟喎，因為我一早已經即係申請咗。哦，冇錯，一早申請咗嘅，最有興趣踢波。係啊，啫嘛，係啊，攞到冠軍添我哋。係啊，好叻㗎！嗰陣時我哋打後製啊，冇錯啊。我知道點解咧，你即係冇做收院做收視做唔成啦。原來有位咁好嘅太太，咁靚嘅太太啊，五嫂。哎呀，真係啊，老實講呢啲真係佛跳牆啊！如果佢想做收視都唔得。係，見到當堂打爛齋活，係啦，五嫂係啊，五嫂你好。好多謝五嫂啊！係啊，冇錯。五嫂講兩句。講兩句啊！係啊。我好多謝我先生唔嫌棄我係一個瑞上人家嘅女仔。係啊，冇真係好啊！多謝阿五嫂啊，係啊，喺我哋中啊。今日咧好多年未嚟過呢一個我屋企啊，10幾年啦，15年都有啊嚇。係咩？係啊。呢個咧就我老婆啦，呢個係真係包，真係包嘅。我影佢影我嘅，呢個真係係啦，老婆大人，唔該你講兩句啊。影唔到你啊！影唔到我啊？哦，OK，好啊，我哋有成堆同學今日嚟我屋企嗰度，大家一齊食飯，一齊第一次開會。係啦，老婆你企埋喺嗰邊啦，唔該。係啊，醜婦都要見家翁啊。係啦，係啊，老婆大人，係啊，冇錯。多謝老婆大人，多謝阿邊大哥，多謝晒大家，多謝你各位，多謝周時，多謝五嫂，多謝各位。最緊要一樣嘢，我哋大家一齊感謝天主，多謝天主，阿孟，係啦，好，我哋一齊開會啦嚇。